你有冇覺得經常口渴、容易疲倦或者體重下降？假如出現以上嘅情況，你就要注意，因為你好可能患上糖尿病，而部分嘅患者甚至可能冇明顯嘅病徵。糖尿病係一種內分泌嘅疾病，我哋嘅內分泌系統正常會維持血糖穩定，而其中胰臟所分泌嘅胰島素可以控制血糖嘅濃度。不過，如果胰島素分泌不足，或者身體細胞對胰島素嘅反應降低，未能夠有效咁樣運用胰島素，就會令到血糖上升啦。容易患上糖尿病嘅人，包括45歲或以上嘅人士、超重或者肥胖、缺乏運動、有家族遺傳，例如父母、兄弟姊妹患有糖尿病，自己曾患妊娠糖尿病，或者誕下體重超過4公斤嘅嬰兒，患多囊卵巢綜合症嘅婦女，仲有已患高血壓、血脂或者膽固醇高、有心臟病、中風。據以上風險因素嘅人士，我哋都建議佢哋抽血檢查，確定係咪患有糖尿病。好多人怕抽血，就問可唔可以淨係驗小便呢？然而，糖尿病嘅患者嘅小便未必一定都帶有糖分。當血糖超過腎臟嘅負荷嘅時候，血液中嘅糖分先會經由尿液排出。所以單靠驗小便並唔準確嘅，必須要驗血先可以確認到係咪患上糖尿病。一般醫生會先安排你抽血檢驗空腹血糖水平或者糖化血紅素，即是 HbA1c。我哋建議糖尿病患者係可以喺屋企嗰度使用血糖機，即係我哋俗稱嘅篤手指，定時咁自我監察血糖。而量度血糖嘅時段包括空腹8小時後、早午晚餐前，由開始進食起計算餐後2小時同埋睡前。不過篤手指都只係可以做參考，俾患者了解自己日常飲食對於血糖嘅影響。糖尿病嘅併發症可以分為急性同埋慢性2大類，而最常見嘅急性併發症係血糖過高或者過低，嚴重嘅話仲可以導致昏迷添。喺呢啲咁緊急嘅情況之下，就一定要即刻送院救治啦。至於慢性嘅併發症，主要係由於糖尿病引起嘅血管病變，令到多個器官出現問題，例如冠心病、血壓高、腎衰竭、白內障、視網膜病變等等。嚴重嘅話，仲可以導致失明、中風、組織壞死等。所以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控制血糖，以減低出現併發症嘅風險。糖尿病嘅控制可以從改善飲食習慣方面入手。我哋建議患者保持均衡飲食，控制食量同埋定時進食，仲要多做運動。每週最少有150分鐘嘅中強度體能活動，例如緩步跑或者游泳等等。仲需要定期咁樣覆診，以確保病情得到控制同埋預防併發症嘅出現。所謂預防勝於治療，不論係咪高危一族，都要積極實踐健康生活模式，包括均衡飲食、維持適中嘅體重、培養運動習慣，仲有唔飲酒、唔食煙，同埋避免吸入二手煙，以減低將來患上糖尿病嘅機會。我哋亦會建議大家參加慢病共治計劃，只要你係年滿45歲或以上嘅香港居民，冇被確診患有糖尿病或者高血壓，同意登記加入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，並成為地區康健中心或者康健站嘅會員，就可以獲政府資助進行糖尿病、高血壓篩查同埋治理。想了解更多慢病共治計劃嘅資訊，可以掃呢一個 QR code， 或者登入以下嘅網址。早發現，早治理，事不宜遲，大家快啲登記啦！